咁同大家行完啟明街之後咧，就繼續行㗎喎。呢啲係好前幾間㗎啦，呢個車房修理汽車都唔係最新嘅樓宇嚟嘅，唔係最新嘅公司。修理汽車前身最尾，我記得呢間鋪頭唔係車房嚟嘅，都已經冇咗嗰個痕跡啦，唔知道佢前身係咩鋪頭啦。咁我記得係呢條街其中一間鋪頭，我係喺度做過補習老師嘅，可惜就已經冇痕跡，揾唔返證據啦。咁大家可以留意到，係已經用啲鐵柱咧係支撐住呢個大樓。其實呢啲大廈咧已經有50年歷史㗎啦。咁拆嘅時候都要注意啲路人嘅安全啦。因為曾經2010年有一棟舊唐樓係維修嘅時候做唔好一啲保護工程措施咧，成棟冧咗落嚟，倒塌咧就有造成傷亡啦。咁都損失咗唔少嘅生命。我記得呢度有一間係賣牛仔褲、恤衫西褲。咁就一路行咧，行到最邊呢個位，我記得呢度咧就係71嚟嘅。咁我曾經喺度買嘢，有人打尖嗰個走咗咧，咁我就鬧嗰個店員，我話點解你縱容啲人俾佢打尖咧？不過其實我都後尾同呢個店員道歉話，其實我都當時可能見呢個大隻佬嚟打尖咧，我都唔夠勇氣去鬧佢。咁佢話，但可惜咧，我係第二日向呢個店員道歉，嗰個店員已經係轉咗間，另一個店員聽我講翻呢番話，咁就佢都話唔緊要啦咁樣。咁呢間71已經係搬走咗啦。咁另外咧，呢度有間影樓嘅，呢間影樓都好耐㗎啦，華苑啊。咁佢有顯示，因為市區重建咧，就搬咗去另一個地方，搬咗去城市街。咁我都咁大個人都未試過去影樓影相，即係影一啲團體相啊就未試過，影一啲個人照就試過。咁希望將來有機會去影下相啦，同朋友去影相啦，可以影好多唔同嘅相嘅，即係譬如有唔同嘅造型啊，打籃球、打空手道、打羽毛球，有唔同嘅造型，做一啲相嚟紀念翻，嚟紀念翻曾經年輕過，或者做一個記錄咯。到老咗嘅時候，可以俾啲子侄，俾翻啲子孫睇翻。當我年輕嘅時候係做過啲咩？咁呢一節報道到呢度。